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来进入约翰福音啊，第10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结余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有美好的一天，有美好的开始。我们一起来读经。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开启我们一早的心，开启我们的眼，开启我们的耳，让我们等一下在读经的过程中，也是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有智慧的来明白你的话语。透过牧师的口，能够来明白你要放什么，把什么样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一天的灵命的粮食。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我们谢谢。我们昨天看到撒玛利亚的妇人呃，因听见耶稣说他就是我是，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那位基督，所以他兴奋的把他的水罐都留在原地，到城里面去跟大家来宣传、来宣扬。那今天我们要看到是这一章的最后2段。那31到38节是讲到当妇人进城的时候，那耶稣的门徒跟耶稣的对话，以及当这妇人进城之后所做的见证。那在这个叙加城也是撒玛利亚城他们这些城里面人们的反应，那他们怎么样来信耶稣？那我们来请结余先带我们来读前面31到38节。31节，这时候门徒劝耶稣：“老师，请吃点东西。”耶稣回答：“我有吃的东西，是你们所不知道的。”门徒彼此议论：难道有人拿东西给他吃吗？耶稣对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实行差我那一位的旨意，并且完成他交给我的工作。你们说，再过4个月才是收割的时候。我告诉你们，看看那片田地吧，农作物已经成熟，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到报赏，为永恒的生命积聚果实，使栽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一人栽种，另一人收割，这话是真的。我差遣你们去收割你们所没有耕作的田地，别人辛劳，而你们享受他们辛劳的成果。”谢谢。那门徒回来是因为他们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然后耶稣在雅各井休息。那圣经说是中午正午，那罗马时间有人认为是傍晚黄昏。那当耶稣和撒玛利亚在这段0.8公里来回就1.6公里，那可能要花上一个多小时。加上买东西回来的这个时间呢，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来谈道。那也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的回应呢，让耶稣也来显露她的身份，并且说她曾经有5个丈夫，现在这个还不是她的丈夫。那这件超自然或是超能力的展现呢，也让撒玛利亚妇人回到城里面去宣扬。但是这时候门徒却要耶稣吃东西那就是但是耶稣说我有吃的东西是你们所不知道的。所以门徒对耶稣这句话呢是有点纳闷。那这个吃的东西和本翻成食物，我有食物是你们所不知道。如果是食物，我们就会把它当成是一个名词，就是有吃的东西。但是这个字呢也可以代表吃的动作，我在吃，我正在吃。所以耶稣说这个门徒说老师拉比吃点东西。耶稣说我有吃的，或者我在吃。那这个吃，所以让门徒会以为说这个妇人或是其他人拿了什么给他，使他能够再吃，不然他们都没有了。所以耶稣要讲的意思是后面34节说，我的食物就是实行差我来那一位的旨意，并且完成他交给我的工作。
所以耶稣正在吃什么？就是在吃天父的旨意啊。申命记8章第3节，摩西这样说：神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也是耶稣在旷野面对这个撒旦的时候，抵挡撒旦，叫他把石头变成面包的这个经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这一切话。所以耶稣正在吃什么？他正在遵行天父的旨意。那这个旨意呢，就除了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还有耶稣也来到了外邦人，来到了非犹太人，看起来非上帝子民的当中，其实也是在回应约翰福音第3章，神爱世人世界，神爱世界，那泛也是世界上所有的人，所以他从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那他也来到了撒玛利亚地区，那这也是圣灵在做的工作。那后来这个执事腓力也去到了撒玛利亚去传福音了，所以耶稣的并不是靠肉体靠吃东西来满足他肉体的饥饿，而是靠遵行天父的旨意来满足他身灵魂体上的饥饿。所以当他完成了天父或是进行天父的旨意，就是正在吃了。35节说：你们说再过4个月才是收割的时候，我告诉你们，看看那片田地，农作物已经成熟，可以收割了。那有人认为再过4个月就收割的时候，收割的时候就是7节，就是五旬节，就是大概在我们阳历5、6月的时候。那所以开始收割，那就是在收割前大概3、4月。那所以有人认为这个时间呢是发生在阳历的12月因为再过4个月就收割，就可以开始收割。那如果是的话呢，12月那就是属于冬天属于冬天。但也有人认为说这句话再过4个月，到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那这是一句当时的格言。格言就是在耕种的人他们常常会说的，就是说现在不用那么赶不用那么急因为呢还有4个月才要收割所以有大概这2种意思但应该也可以结合不冲突。但耶稣是说农作物已经成熟那他要指出的是耶稣正在做的事情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遵行天父的旨意呢，就是要收割这一些已经成熟的庄稼，做上帝的工，做天国的工作。那所以收割的人得到报赏，36节为永恒的生命积聚果实，使栽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那耶稣把遵行天父的旨意呢，又分为这个两方面。一个呢，就是去收割的人，就是在那个时间庄稼成熟的时候，那收割得到工钱，得到报赏。那这样的报赏呢，是为永生储存五谷，那就是为永恒的生命呢能够积聚果实。但另外一种呢，是没有收割，它是在很久前，几个月前、较早前去撒种，然后灌溉的人。好，那所以耶稣要说的，这样子为永恒生命积聚果实，不是只有收割的人，其实是撒种的人、收割的人一同快乐。好，那所以在现在耶稣这个情境呢，撒种，谁跟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或是跟他分享圣经的话，让他能够明白弥赛亚，知道有一位弥赛亚，有一位基督要来。那这就是撒种的人。那耶稣自己来到这里跟他启示我是我就是，那他就是收割的人，让他相信你是基督，你真的是基督，那这是收割。所以我们不管是收割或者是去撒种，让人像施洗约翰为主预备道路，
那这都是要一起为永生的生命、永恒的生命来积聚果实，一同快乐，一同快乐。所以施洗约翰，他也用这样子的心态，他很清楚，所以伴郎听见新郎的声音就欢喜快乐，他的喜乐就可以满足，他的喜乐就完全了。所以都是因为知道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在做工，这也就是他们的食物，就是他们的食物。那不仅是施洗约翰，甚至在整个圣经的历史上，那过去旧约的先知们，或是一直追溯到摩西，因为摩西的话也很有影响力啊，他们一直相信摩西所说的，上帝会派来一位像摩西这样的先知，来治理带领他们。那所以这些也都是在预备，就是在撒种，在人的心中撒种。所以马太福音也讲到撒种，那个种子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那个田地呢，就是人的心，是在石头路旁，或是在好土里面。那这些门徒呢，他们还没有为主预备，但是他们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去收割。像耶稣来到这个叙加城，来到雅各井，来接触这些还没有决志要相信耶稣的人，那就是做撒种做收割的工作但是是一同快乐。所以我们有时候带领人信耶稣，带领人决志，带领人受洗，带领人进入教会。那其实前面有很多工作是我们所不晓得，我们还没有看见。那在这个叙加城上雅各井边，耶稣跟撒玛利亚人谈到，最后讲到说收割庄稼，庄稼已经成熟。那这庄稼成熟，那为什么耶稣判断庄稼成熟？就是因为连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都在期待这位弥赛亚，而且当他一知道弥赛亚，他是立刻的跑回去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可见人的心有一种渴慕。那在我们台湾过去传福音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人想要信耶稣，可是当到一个程度，你只要开始跟人家分享，我是基督徒，我在江南教会，我在某某地方聚会，那就会有人有好奇，他会想要知道，这也是一个有人撒种，包括像我们现在的课本，我们现在的教育，学校教育，对于教会、对基督教、对圣经的教导，那会比以前友善得多，那这也都是一个福音的预功。所以有时候我们出去宣教、传福音、短宣，不一定可以马上带领人信耶稣，但是也是在做一种撒种、预功、松土、翻土的工作。那同样的这段的记载呢，虽然在其他福音书并没有提到，但是在马太福音的第9章跟路加福音的第10章，耶稣都有讲出一样的话：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那主的工人一个是耶稣，那还有施洗约翰，还有现在这些门徒。但是现在主的工人呢，出去收割庄稼呢，还多了一位，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以她可以说是一个约翰福音当中第一个女性的传道人。那他去传耶稣所说的话有人说他是宣教士去宣教，那向整个城来宣教。那我觉得他是把神的话去告诉人，就像是一个传道人的工作。那这个时间点，我们从这个图表来看，那就是耶稣的传道有3年半。那把4卷福音书综合，因为我们上次有说过，约翰福音有记载了4次的逾越节，所以可以让我们来推算耶稣的传道的时间大概是有3年半的时间。那第1年从耶稣在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然后第一个神迹迦拿的婚宴，那以及在第3章跟尼哥底母谈话，那跟这个尼哥德慕在谈话，就是在第1个逾越节的时候。那后来他的门徒为了施洗，施洗约翰门徒也为了施洗，这是我们在第3章所看到的对话跟后面的部分。那在今天第4章是撒玛利亚妇人，那这个大概是在阳历的12月，所以可以说大概是第2年。
第一年结束。那到第二年就是毕士大池的时候呢，是第二个逾越节。所以我们大概以耶稣的这个时间表来看，这个时候大概是耶稣刚刚传道1年的时候，从他受洗，然后开始出来传道，过了1年。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婕妤带我们读最后的39到42节。39节，镇上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女人说，她把我所做的事都说了出来。那些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要求他和他们一起住。于是耶稣在那里住了2天。有更多的人因耶稣的信息而信了他。他们告诉那女人，我们现在信了，不是因为你说的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他的话，知道他真是世界的救主。谢谢。我们在当婴孩的时候，因为没有牙齿，我们需要喝母奶，那需要父母亲的喂食，那我们需要人家喂东西，我们才能够吃东西，才能够领受到养分。那这些是需要有人帮助。可是当我们逐渐长大之后，我们第一个不再喝奶，第二个也不再需要人家喂食，甚至我们会吃东西。那甚至在更大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去喂别人吃东西，去喂食他人。那灵命也是这样，我们从属灵的婴孩到属灵的成人，到属灵的父母，到属灵的长者。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接受耶稣的喂食，那但是呢，当她的心预备好，那她很快的就明白真道，那她也要去把这样的话传给别人了。所以她传给别人的方式，就是耶稣指出他生命当中的，不管是这个混乱的事情，或是悲惨的事情，因为我们昨天有说，他大概就2种状况，一个就是他的生命当中很混乱，要么不然就是他的生命当中很悲惨。那这个约翰呢，也替他保留了，不把重点放在他个人，只是借由他的故事，然后呢，来点出耶稣传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信道，然后听到信道，然后也去传道的过程。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她把我所做的事都说出来，或是说把我素来，把我生平的故事，把我人生的事情都讲出来。那因为她的知名度很高，在城里面几乎可以大家都知道。所以有一个犹太人，有一个非撒玛利亚人，如果是其他族的人，可能来传道还比较容易，反而是犹太人要来这个地方传道困难，因为他们真的是敌对那北国南国的后代。那但是他们现在居然有往来，而且有往来还能够说出这个妇人的状况，对撒玛利亚人来讲，他们是非常的坚信，所以就来到了雅各井，就来到了0.8公里城外来见耶稣。好，那见了耶稣呢，好，那不是只有见他，应该还有跟耶稣的门徒谈话对话。好，那所以耶稣正在吃，就是上帝的旨意对这一群撒玛利亚人来分享。那不是只有吃买回来的食物，而是做上帝的工，就是在吃。那当耶稣跟他们谈话，他们就更加的认识耶稣，甚至撒玛利亚人主动要求，就是请求耶稣住在那里，所以耶稣在那边住了2天。那可能是住了1晚就2天，因为他们是不会去请一个犹太人到他们里面嘛，但他们居然要求一个犹太人在他们那边住了2天。那我们现在想的2天可能是2个晚上。好，那好 ，anyway 这个撒玛利亚人的突破呢，就是他们居然请一个犹太人，因为他们真的非常渴慕这位弥赛亚。为什么他们这么渴慕呢？因为北国王国已经到耶稣的时代有700多年，700多年。那700多年来，那他们一直过着一个命运悲惨的日子，但是他们都是雅各的后代，
他们都是雅各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他们也一直在敬拜上帝，不管是在基利心山上，那他们一直在寻求跟神的连结关系。那现在神呢，把他的儿子派来世上，并且来到他们的当中，是自己来，不是人去请他来。所以他们真的感受到神有在听他们的祷告，感受到神真的有在看重他们，所以他们就留了耶稣。那耶稣和门徒呢，一定也在那边就留下来。那41节、42节说，因为耶稣又留下来过夜，所以有更多的人因着耶稣的信息而信了他，所以耶稣继续在那边传道。所以罗马书10章17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那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那这一节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范本，就是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相信是因为他们听的，他们听是因为听到耶稣基督在对他们说话。所以42节他们就回过来告诉那个妇人说，我们现在跟你一样相信，现在我们信不再是因你的话。过去他们会相信是听说的，有人喂他们吃的，有人把这个东西告诉他们，他们是第二手。但现在他们可以第一手来遇见耶稣，亲自听到基督的话，所以他们变成是第一手。所以我们亲自听见了他的话，而且知道这个人真是世界的救主，就是他不是只有来救以色列人的，他是来救我们的，也救所有非以色列人、外邦人，世界救主。那这一句话呢，在其他的福音书没有，但是约翰觉得很重要，门徒约翰，所以他一定把马太、马可、路加没有记到的事情，把它写下来。那所以他其实在马太、马可、路加的记载之外，那耶稣的传道的工作果效都已经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来传开了。所以传福音就是也可以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不是我一直讲一直告诉他我因为信了耶稣，那是第一手那是第二手，我们把我们个人经验传给人家，但是更重要是要帮助人能够得到第一手，就是他自己能够寻求耶稣，自己能够跟神祷告，那他自己能够去经历神，那还有包括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子女下一代也是这样。我们虽然是用过来人的身份告诉他信耶稣，但是更重要是帮助他们年轻人能够自己去经历，怎么样去经历到耶稣。那这也是要为他们来祷告，让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急着帮他们解决困难，让他们学习会去寻求神，会去祷告神，经历神垂听祷告。那他们相信耶稣是世界的救主，这样的领悟力呢，比这些犹太人，不管是北边的加利利或是南边的犹大地区的领悟力还要高很多，因为他们是夹杂在中间的外邦人，但是外邦人信了耶稣，而且还相信他就是世界的主。那但是呢，犹太人反而还不能够去领悟。那今天这段经文的金句我选4章不是23节是4章的42节他们告诉那女人，我们现在信了，不是因为你说的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他的话，知道他真是世界的救主。42节，他们告诉那女人，我们信了，不是因为你说的话，而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了他的话，知道他真是世界的救主。今天这段经文给我的感受是，耶稣他的宝足来自于遵神旨，完神功，遵行神的旨意，完成神的工作。只有差遣更多的工人收割庄稼，所以这个妇人她成为耶稣所差遣的工人，去收割在撒玛利亚的庄稼，才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一位世界的救主。不是只有认识这个是玛利亚的儿子，是木匠的儿子，是行神迹的耶稣，是一个拉比，是一个经学教师，能够准确的认识到他是我们的生命的救主，而且是世人的救主，是弥赛亚，是基督，是受膏者。而我们身边的人们，
在我们身边的人们，他们期待的世界救主是谁呢？相信现在伊朗非常期待有一个国家能够救他们脱离这个伊朗的这个高压的专制，那还真的他们期待盼望到了，那有人来把他们的这个整个政权来颠覆，让这个国家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那可能他们期待世界救主会像美国这样子有这个战斗机，有这个武器，有这个隐形轰炸机，那之类的。但是我们所期待的这圣经告诉我们，救主是不是只有救身体还要救灵魂呢？耶稣说，那个能够杀身体的不用怕他，但是那个杀了身体不能杀，那真正杀了身体又能够杀灵魂的才要怕他。所以世界的救主是要救我们的灵魂了。当他救了灵魂，我们的灵魂也救了我们的身体。今天我们可以如何传福音给这身边的人，让他们的灵魂也能够得到拯救，也能够得到保足，也能够继续参与在做上帝的功的行列当中。那今天的祈祷就是收割的人得到报赏，那跟撒种的人一样，都为永恒的生命积聚果实。所以栽种的收割的都一同快乐。所以盼望我们今天若没有去做收割，就是没有去带领人信耶稣决志，那至少我们可以做的是撒种，像施洗约翰做这个吃力不讨好。所以又要收割又要撒种，也可以双管齐下，两个都做。但是上帝给每个人有不同的呼召，不同的恩赐，所以有人栽种，有人浇灌，只有教他成长的是神。所以我们不用比较，也不用在这边纠结。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上帝都有给我们他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透过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还有她的生命的故事，以及她对福音对耶稣的回应，给我们许多学习点，给我们许多反省，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如何的来听到，要如何的来回应基督的话。求你帮助我们所读的圣经是能够运用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并且把我们所得到的道化成食物，这样的食物就是要来做主的工，无论是撒种的工作或是收割的工作，神你按照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才干给我们1000、2000或5000，我们都能够做忠心的管家。是你给我们的一句话，我们也能够分享1句；给我们的2句话，我们也能够分享2句。你所给我们的，都能够与人来分享，使人来明白耶稣是世界的救主，是要拯救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进入到永恒的国度当中。也求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使我们都能够为主做工而能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婕妤，谢谢大家，大家平。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平安。